AMD Yes， 終於到顯示卡分析後段啦，剩翻兩個牌子嘅介紹，反而我哋想講係 AMD 卡，因為最近 AMD 卡都慢慢算係主流嚟㗎啦，特別係 RX 9070同埋9070 XT。咁講到 AMD 顯示卡咧，就不得不講 Sapphire 藍寶石。點解咧？因為大家聽日華碩 MSI 雖然都有出 A 卡，但係如果喺香港計，甚至全球計 ，Sapphire 都可以話係龍頭嚟嘅，其他牌子加埋可能都未必夠 Sapphire 咁響添。戴翻頭盔，我係講緊 A 卡啦。所以價錢定價 Sapphire 係 A 卡嚟講咧，都相對比較進取。咁進取得咧，實力方面咧，當然都有翻咁上下啦。如果大家有留意佢哋 Nitro 系列咧，真係咁多年嚟咧都比較靚仔，用料都比較足嘅。雖然 A 卡問題依然比較多，但係呢個係屬於 AMD 嘅問題，同牌子關係就唔算太多啦。因為齋論轉色等等嘅功能，我甚至覺得 Sapphire 嘅轉色軟件啊，喺咁多間卡廠入邊最簡單、最容易用、最少花巧嘢。如果你係屬於頂級玩家，佢哋更加係有出水冷版貨咁多位嘅頂級玩家去揀啊，所以千祈唔好以為 Sapphire 顯示卡係啲咩雜牌啦，因為齋計 AMD 顯示卡嚟講，人哋係名副其實嘅 Top One 嚟㗎。聽咁多係咪想買電腦呢？係就記住問我哋啦。